来乡亲啊，来看这个阿嬷，规个人跪趴伫个涂骹，到底是啥物情形呢？原来是嘉义梅山这个公车站的站牌发车的时间表做了伤长咯，是长甲拄伫个涂骹。阿嬷为着要看上下骹迄家的路线甲时间，只好是用拍的用跪的。这个公车的站牌安尼设计，乡亲拢讲真离经。 阿嬷规个人拍伫个涂骹，咧看站牌顶面的资讯，哪会这公车站牌设计安尼？这站牌就伫个嘉义县的梅山。阿伯嘛是安尼抹伫涂骹看，真正真合。你有捌看过人安尼哭到对啊？有啊。哦。嘉义县公车梅山站的站牌顶面的路线甲班次时刻表，竟然是对顶面挡到下底面。民众要看这坐车的资讯，这下底面的都真正爱哭咧，或者是拍咧。将俩离谱公车站牌、公车处嘛承认，确实无妥当。跟我们同仁家这些小细节都应该注意到，要考虑到民众的观感这个方面可能就我们以后要注意的。 因为厂商输出的公车资讯所在的位置真正是欠考虑，已经紧急重新处理。这张临时资讯都搭伫站牌顶面，后面将要坐车看资讯，免过遐尔辛苦拍来看。